其實今次咧飄色咧一直係我哋小朋友嘅一個好中意嘅一個香港嘅文化之一咯。咁我今日融入咗咧，就係將小朋友變咗隻馬騮精啦。咁亦都係將佢最特色嘅佢哋喺大街度遊行嘅時候咧，我就做咗個地台，就係一個香港嘅坑渠蓋。咁將所有嘅文化嘅文字啊，就擺咗喺坑渠蓋度。咁成件作品咧，就用咗一個好似搶包山，因為搶包山以前嘅搶包山係用竹去砌成個包山。咁我用咗一張竹嘅凳，傳統嘅一個中國文化特色嘅一個凳，放埋入去嘅時候咧，咁成件作品咧就好完整一個文化薈萃嘅一個作品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好想將一啲除咗文化嘅作品之外，我想變成一個藝術品咁嘅感覺。所以今次兩件顏色作品咧，我以前做咧，我會兩件都係一樣色嘅。咁今次咧，我就會將一件變成一件電鍍雕塑咁樣，變成一件藝術品咁。喺睇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唔同嘅感覺。譬如話，如果佢喜歡呢件作品，將佢放大嘅。喺啲係戶外度嘅，咁變咗銀色嘅雕塑咧，喺室內咧同戶外咧就好有感染力。